其實每年年尾咧，我哋做保險顧問咧，好多時都係好努力，希望咧喺年尾咧就做到更加好嘅成績啦。所有行家都係希望喺10月31號之前咧，盡力做到自己嘅最佳業績啦。不過有陣時咧，去到年尾嘅時候，如果你話有一啲好多年冇揾過我嘅朋友，突然間 WhatsApp 我咧，其實我就知，可能佢健康出咗問題。有幾單即係關於過去呢個禮拜一啲健康嘅問題咁而佢哋遇到喺嗰個治療嗰個考慮嘅時候咧，我都覺得呢樣嘢可能對大家有幫助唔需要等到大家真係親身自己遇到嘅時候去諗，而係我預早咧話俾大家知原來我哋發生事情嘅時候，我哋會面對乜嘢問題咧？大家有睇開我哋 channel 啦。早上個禮拜咧，我都有去參觀廣州太和腫瘤醫院。咁你會講即係以往我哋都會即係講香港嘅醫療技術係好啦、先進啦，吸引到好多外地嘅財進老闆特登嚟到香港係買醫療保險，主要就係想有喜事嘅時候咧喺香港醫。點解你反而會上個禮拜去廣州翻國內考察去睇一間腫瘤科嘅醫院咧？其實過去呢幾年咧，我哋都有一啲冇買保險嘅人可能係我哋客戶嘅親戚啦，甚至乎可能佢係買好細保險，或者有啲朋友佢係過去未退休之前都係靠公司嘅保險保障佢，退休之後又冇個意識，甚至乎亦都冇諗過，或者自己健康根本就買唔到醫療保險。咁呢啲朋友當佢遇着身體有大問題嘅時候咧，咁好多時即係都有機會嚟揾我哋，就睇下我哋會唔會有啲好嘅醫生可以介紹到，而個醫生又相對即係唔會話即係收到好貴嘅名氣費而家喺國內啦，即係以我上個禮拜去考察啦，嗰間腫瘤科醫院咧，詳細內容咧，我就覺得大家可以喺嗰條片咧自己睇，因為都係由嗰間醫院嘅院長咧直接去介紹嘅，就即係唔使我講啦咁不過你話如果喺香港嗰個癌症嘅治療費真係負擔唔到，而你又接受到喺國內，你又覺得嗰個可能係一個相對經濟嘅費用之下，又可以幫到自己做治療嘅，想俾多條選擇嘅路俾大家去認識啦無論你有冇買保險，我覺得大家多啲認識唔同城市，因為唔同嘅城市都喺度競爭，不論係金融、醫療啦，其實都係喺度競爭。話香港係亞洲金融中心，點樣去吸引外資，去吸引人才？不過我覺得香港嘅醫療系統先至係正正吸引佢哋退休嘅時候都會留喺香港嘅重要原因錢度度都可以揾，但係醫療系統咧就唔係度度有香港嘅醫生咁高國際水平啦。咁你去到咁頂尖嘅時候咧，亦都會出現個問題，就係個醫藥費當然都係高啦，亦都唔係所有人可以負擔得到。究竟我哋一啲普通嘅小康之家或者甚至冇買醫療保險，病嘅時候除咗香港或者政府醫院之外，咁仲有冇其他選擇？可能佢哋嘅醫療技術都追得到時代咯，而個價錢又只係1/3香港嘅價錢。咁我覺得相對有好多小康之家咧，就都叫有多一個治療癌症嘅機會啦。當日咧，我拍完片翻嚟咧，當晚咧我自己就即刻剪片，剪到夜晚1點。原因係我覺得個內容對好多
小康之家未必有好大經濟能力去治癌症嘅病咧，係一個多個選擇。第二日我剪完片之後咧，咁我就好得意嚇，真係收到唔同嘅需求嚇。咁我咧就首先就接到一個 WhatsApp 嚇，一個咧係一個親人啦嚇，不過真係唔係成日見嘅，都一年可能先有機會見一次啊，或者幾年先見一次都唔奇嘅嚇。咁呢一個親人咧，喺30年前我做保險嘅時候咧，我就冇同佢講做保險嘅嚇。咁但係咧當時我自己即係都有下屬啦，咁我下屬咧都認識佢，就好主動去介紹保險俾呢個朋友。咁但係當時咧個朋友就潑冷水啦，亦都話唔信保險啦，亦都覺得唔需要買保險啦。咁就跟住個下屬翻到嚟咧，就同我講就好傷心嘅，即係覺得其實保險係一樣幾好嘅嘢，點解即係咁好？我特登去同佢講，但係佢又即係咁反抗，潑晒冷水，又話保險呃人，又依樣嗰樣咁。咁呢件事就係發生30年前。咁呢30年，因為你話都係叫有啲即親戚關係啦，而大家都係有機會見面，但係咧從來見面咧都唔會講保險嘅。佢亦都唔會問我一句保險嘅嘢嚇。咁直至到咧就係上個禮拜我即係拍完呢個短片第二日咧，竟然咧呢個朋友就 WhatsApp我，咁我就知道不妙啦，覺得佢應該係健康有問題先至會揾我。正常嚟講30年都冇揾過我，冇 WhatsApp 過我，點會無端端 WhatsApp 我啊嚇？好啦，咁同佢傾偈，我話咩事啊咁跟住佢就講咧，啱啱發現胰臟癌嚇，好似1.3 cm 嘅腫瘤，就唔想問下我究竟有冇醫生介紹啊咁。跟住我就問佢，我話咁你有冇買保險啊？咁佢話有，因為咧2017年8年前8年前咧嗰陣時因為我媽咪咧就係胰臟癌離世嘅。咁當時我媽咪係買咗高端醫療啦，咁所以唔需要俾任何醫藥費啦，免就數服務啦嚇。但係佢都知原來係即係胰臟癌或者都要使咁多錢喎。咁跟住呢一個朋友咧，佢就開始有意識嚇，即係講緊係我做保險30幾年喎，因為佢話佢自己公司靠公司嘅醫療保險嚇。市場上我諗都好多人都係會咁覺得公司有醫療保險咪得咯，使乜自己買嚇？當然呢個都係一個選擇嚟嘅嚇，不過我始終覺得你係咪保證份工永遠唔炒你咧嚇？第二就係公司係咪永遠都咁好生意，永遠都俾到個醫療保險你咧？同埋公司俾你嘅醫療保險係咪真係保得咁好咧？有好多客觀嘅因素咯，我覺得。事實上，市場上亦都有好多人係唔捨得用錢去保障自己嘅，係有嘅。覺得可能公司都有啦，唔需要買啦。咁但係佢亦都因為佢話佢因為見到我媽咪係癌症，啲開始去留意係咪自己而家年紀大啦，都要買啲醫療保險咧。不過佢呢幾年咧，事實上佢原來真係買咗個高端醫療，咧佢喺網上買咗一啲網上嘅高端醫療，而個保額咧只係200萬。咁當然有墊底費啦，個墊底費都5萬嘅嚇，咁所以變咗我都估計到個保費係好平嚇。跟住佢話佢自己就再買咗一個自願醫保嘅標準計劃，標準嚇，唔係靈活計劃喎，大家要分清楚嚇。標準計劃係即係最細嘅保障，講緊係賠償額真係得7-8萬每一個病到嘅啫喎嚇。當然亦都係最平保費啦嚇。個人客以我所知，佢嘅經濟能力係咪冇能力去買啲靚啲醫療保險咧？絕對唔係嚇。去旅行啊即係都係住私人樓咁即係人工都即係家庭都 OK 嘅嚇。不過只不過有陣時就係每個人嘅人生嘅價值觀問題啦嚇。咁佢同我講完係買標準計劃，
再加一個50000蚊墊底嘅高端醫療，如果高端醫療只係保200萬咧，咁我就會知道佢願意花費喺醫療保險嘅部分係好少嚇。所以亦都點解佢唔會揾得我咧？就因為我買嗰啲醫療唔係平嘅醫療保險嚟噶嘛，即係冇去到網上保險咁平啦嚇。我就會提佢就係話，如果你網上買，第一啦，你自己又唔清楚條款，咁究竟係咪有得賠咧嚇？咁同埋而家佢有起事嘅時候，其實佢都唔知問邊一個，咁所以佢就打電話嚟問我。咁我就話俾你聽，我話第一，你一定要揾翻張保單出嚟，當你去見醫生嘅時候，外科醫生嘅時候，一定要俾保單去睇，外科醫生就會知你今次做手術或者做化療符唔符合保單入邊嘅條款，符合到，咁佢咪同你寫預先批核咯嚇。咁我話呢個係最安全嘅，千祈唔好一廂情願，自己以為一定有得賠。你係買網上買嘅保單，你自己又唔熟悉條款嚇，咁梗係做手術、做所有治療之前做咗預先批核，你自己會安心啲啦，係啦。佢自己咧都有講話，有問朋友啦，係啦，究竟佢呢個癌症有邊啲醫生係啦可以介紹？咁佢最後有2個醫生，咁佢打電話嚟問我究竟我識唔識嗰啲醫生啊，或者啲醫生有冇 O 唔 OK 啊咁我都話其實香港嘅醫生都真係唔使擔心嘅嚇，即係我覺得最緊要就係你見嘅醫生嘅時候溝通間大家嘅感覺，你覺得佢幫到你，呢個先係最重要嘅嚇。就唔係話分邊間醫院就叻啲，邊間醫院就冇咁出名，冇呢一樣嘢嚇。我話病人同醫生咧好講有冇緣分嚇。我話你自己感覺下邊個醫生啱你就 OK 㗎啦。不過我話你嗰個高端醫療只係保200萬，其實都唔係好多咯嚇。咁究竟你最後做嘅治療係乜嘢咧嚇？一般我哋都講啦。幾年前我開始拍片嘅時候都講喺香港，如果我哋真係要做手術，跟住好似我乳癌嘅客人做手術，跟住做化療、電療，跟住再食標靶藥，為期下嗰幾年嘅時間，真係要使超過150萬嘅大房喎，唔係講緊咩2病房、4級病房喎。我話你而家買高端醫療只係保200萬，呢幾年醫療有即係通脹，我話究竟夠唔夠咧嚇？咁用晒你之後復發又點咧？我覺得200萬保額實在太細咯嚇。呢一個亦都係一般客人，佢不嬲冇乜病痛，佢就會覺得唔需要買保1000萬或者2000萬嘅保額嘅需要咯。但係買得200萬，我又覺得真係會有機會唔足夠佢有一個最好嘅治療啦。俾咗啲意見佢應該先攞保單嘅內容，跟住去做化驗，當日就攞埋俾個外科醫生，咁等個外科醫生去睇啦。咁而咁啱佢打俾我嘅時候，我已經剪好嗰條廣州嘅腫瘤醫院嘅短片，所以我都 forward 咗俾你睇。我話呢個係最新嘅質子治療。我話你可以留意下，睇下你自己點睇啦嚇。人客佢自己點選擇去邊度治療就佢自己選擇啦，因為使嘅錢都唔同嚇，個信心亦都唔同啦。佢安排喺香港同喺國內去治療，亦都有唔同嘅家庭嘅安排啦嚇。不過我會俾多個方案佢去選擇咯。你話喺呢個 case 嚟講，當病嘅時候先至發覺，哇！原來自己買嘅保單係賠得少，標準計劃轉醫保，再加一個5萬蚊墊底高端醫療，而只係200萬嘅保額，而自己間公司嘅醫療保險又唔係保得咁大，頂籠賠得個20零萬。咁你就會諗死啦，依度又好似唔夠，嗰度又好似唔夠。客人佢有講句嘅，佢話如果我覺得個醫生係好，最後自己
俾幾十萬我都冇所謂嘅嚇。即係我都係想醫好啫嚇。咁喺我個角度就係、即係去到呢刻，咁好彩你都真係即係叫自己儲錢，儲咗足夠嘅錢喺度啦。但係如果你一早係買一個，唔好話係最貴啊，正常4大保險公司嘅高端醫療嚇，講緊有幾千萬保額嘅話，其實就已經唔使擔心嚇，就唔需要自己即係諗住要攞50-60萬，甚至乎100萬出嚟去醫病咯。我覺得如果呢一個30-40歲嘅人，你交10年保費都唔使呢個保費啦，係嘛？即係個槓桿唔同咯嚇，所以有陣時你話買保險值唔值？其實就算呢個朋友30年前我個下屬 sell 咗去買保險，咁今日30年後佢一直俾呢30年嘅保費，其實都唔係好多啫嚇。一後生嘅時候俾好少嘅保費㗎嘛嚇，咁你隨住年齡而家先加價啫。但係人就係咁得意咯，佢要見到佢好似話齋我媽咪有癌症，佢就開始有意識，跟住自己覺得係咪自己都50歲啦，真係要諗咧，會唔會係遲咗啲咧嚇？如果你話我真係經濟上完全係冇能力嘅，就冇得好講啦。但唔係啊嘛嚇，即係保費係俾得到嘅時候，點解唔早啲喺自己健康嘅時候買一個我哋叫合適當保額嘅高端醫療嚇？除此呢個 case 之外咧，仲有另外一個 case 嘅，亦都喺第二日。咁我嘅下屬咧就話俾我聽，佢有個人客，佢需要我想我 forward 呢個廣州嘅質子治療嘅短片俾佢嘅客人睇。咁我就問點解？因為佢嘅客人咧就係5年前35歲嘅時候就係鼻咽癌，當時咧就做咗治療啦。佢係做生意嘅，賣凍肉嘅。咁但係亦都因為佢病啦，少咗返公司處理啦。咁咧啲股東咧就喺即係佢哋大家合作之間咧就即係我個同事嘅言語就係話，好似即係食咗佢啲股份啦之類啦，因為佢都冇能力去管理啦。咁於是咧就都係生意上咧都損失咗好多錢。2年後佢又再第二次復發鼻咽癌。咁第二次復發鼻咽癌嘅時候咧，咁就再醫啦。咁佢亦都好彩，就係喺佢第一次癌症之後咧，我哋嘅同事咧就因為佢做生意㗎嘛，就可以用一啲公司嘅團體醫療保險，就再自己加50萬嘅私人保單，而免健康審核，亦都繼續保佢癌症。咁佢就真係買咗，咁所以當佢第二次復發嘅時候咧，其實我哋嗰個保險就發揮到上，就賠到俾佢嘅嚇，嗰50萬幫到佢喺第二次癌症復發嘅時候嘅治療費。咁佢間公司咧就喺呢2年就已經俾人吞併咗啦。咁當然係唔開心啦嚇。好啦，係咪因為情緒問題啦？去到今年咧呢個時刻咧就係啦，第3次嘅復發鼻咽癌。第3次嘅復發咧，令到佢要諗咩咧？就係前嗰2次咧已經用咗佢好多嘅資金去醫病。因為佢第一次佢自己本身冇高端醫療噶嘛，咁嗰度已經都使咗好多錢，生意又冇咗啊，咁佢自己又要休養啊。譬如我哋嗰個50萬醫療保險都只能夠喺西醫醫學上幫到佢，但係佢其他生活上所需事實上都要使錢噶嘛。危疾保險、現金保險都好重要嘅，大家真係唔好疏忽呢樣嘢。到今次第3次復發咧，佢真係擔心啦嚇，真係未必有咁多錢可以香港即係嗰個治療相對都貴。咁但係變咗而家有呢個廣州嘅腫瘤嘅質子治療咧，就多條路俾佢選擇咯。咁所以我個同事知道佢冇乜資金嘅時候咧，喂，不如俾多個選擇佢，佢會唔會考慮用呢個方法咧？
咁因為質子治療而家香港都係得養和醫院有，講有都係啲新嘅治療，咁佢又會唔會諗咧1/3嘅價錢嚇？因為我覺得個天好得意嘅嚇，即係我拍完片嗰晚即刻剪片，剪到夜晚黑1點，接住嗰2日已經係有需求要即刻去睇呢段片。再琴日咧，我以後會收到第3個電話，咁呢個咧就係第3個我 forward 呢幾條短片俾佢嘅客戶啦。咁呢一個客戶咧，佢就話佢去化驗甲狀腺，咁點知咧就醫生就話有一啲好似唔係咁好嘅細胞，咁咧就而家攞咗去化驗啦。咁佢就問我Miss Chow， 我買個高端醫療嗰度1年保幾多㗎？我可以住咩病房啊？我個墊底費係幾多啊？我嗰度有 cover 啊嘛，咁啊好緊張。而家咧化驗咗出嚟咧，就診所急 call 佢，叫佢快啲翻去睇報告。咁佢自己都估計應該都唔係好嘢啦嚇。咁下個禮拜1佢就請咗假，就會去診所睇報告啦嚇。咁跟住我都有經驗啦嚇，知道通常做完化驗，醫生急 call 啲客翻去睇報告嗰啲咧，都一定係嘅一啲唔係咁靚嘅細胞出現，所以先要急 call。我就再 forward 咗嗰啲質子治療嗰啲短片俾呢個人客，我話你當了解下啦嚇，橫掂呢幾日你都係即係都要諗噶啦嚇。當然即係香港有香港做嘅好處，不過即係我等你知道其實都係如果用得到質子治療嘅話咧原來又有地方可以多個選擇嚇。咁一條短片其實就有3個癌症嘅病人，係我覺得係對佢哋有價值嘅嚇，唔需要我講，佢自己去決定咯。嗰日我去考察嘅時候咧，咁都有一啲同事，即係一啲經理啦，就話其實我哋以往都係講香港嘅醫療係最頂尖，不過今日我哋又好似翻嚟國內，又講國內呢部機器又點頂尖法，其實會唔會有衝突咧嚇？喺我個角度咧，就係每一個城市都喺度競賽競爭，國內佢既然有一個咁嘅先進嘅儀器，又開1/3價錢，咁當然如果有病人佢哋對國內係有信心，冇咁大嘅經濟能力嘅時候，我覺得都係一個選擇嚟啫。最後個客揀唔揀去廣州，都係個客自己決定啦。因為條命仔係佢自己㗎嘛。覺得我哋作為保險顧問，係提供多啲嘅選擇俾客人，我覺得都係好事咯。過去呢1個禮拜嘅經歷咧，就令我明白其實有陣時我去拍啲短片翻嚟，我淨係知會幫到人，但係好得意就係上天就會即刻安排有需要嘅人就會直接嚟 call 我揾我，而我就俾到第一手嘅資料佢哋咯。咁我都覺得嗰日用1日嘅時間上去廣州都係值得嘅，係啦。如果大家都想了解下嗰個質子治療，係啦，亦都可以去翻我之前上個禮拜嘅短片啦，去自己了解下啦。我係 Miss Chow 啦，過去呢幾年咧製作超過365條保險知識短片啦，目的希望更加多嘅投保人咧尊重保險顧問嘅存在價值啦。如果你都認同嘅話咧，記得俾心心同埋 subscribe 啦，同埋 forward 俾有需要嘅朋友啦。如果你話喺工作上其實你都好迷茫，唔知自己做乜好，咁我覺得我哋嘅行業都係一個好嘅選擇嚟嘅嚇。咁你可以請我飲杯咖啡啦，咁睇下有冇機會大家做合作夥伴啦。大家一齊去令到更加多嘅客人可以開心安心去生活。回應翻 opening， 我有講30年前，就算係自己嘅親戚都唔會 buy 去同你買保單嚇。大家唔需要太介懷朋友嘅 reject 或者拒絕咯。我哋真係做緊一件啱嘅事情，做緊一件
有價值嘅事情。當客人佢覺得我哋係有價值嘅時候，佢自然主動會嚟揾我哋。最緊要我哋做好自己。下次見。